有疼惜我苦度家己，不愿别人操烦阮的代志。若是我艰苦就会当目屎面滴，幸福快乐哪会这呢宝贵？有一天，你会知影感情若有情义，走出嘛有滋味。爱到固执，啥物拢担会起，点嘛是一种勇气。有一暝你会面对现实，若无相信，解释嘛无意义。一旦切心，就离开嘛会这味。点嘛是一种滋味。哎，我的小白兔不见了。有一暝，你会面对现实，若无相信，解释嘛无意义。一旦切心，就离开嘛会这味。点嘛是一种滋味。